我们全部是由1、2年级的同学所组成。今年是我们日新工商第2次参赛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名城八阵图。名城八阵图，先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台湾，终于踏上了这广袤的沃土。垦荒的子民啊，其难自己的在旷野中跪地谢天。面向地，背向天的垦荒子民，只愿渔樵耕读，一生平安；只愿存粮充实，子孙平安。无奈官府豺狼一再进逼，河洛的汉子啊，客家的儿郎啊，西拉雅、马卡道、台湾诸社的勇士们啊，奋起吧，为保护家园而战，不分种族，为我们乡土洁正御敌吧。追寻着诸葛先贤遗留的八阵图，平日耕种的农具化为杀敌的武器，两两成对的组合。我的宋江兄弟，我的背后就无后顾之忧的交给了你。内外3层的阵法，敌人无法猜透我们进攻的时机。凯旋的号角响起，再次礼拜天地的右臂。请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贵宾好朋友为爱斗阵，静心等待。欢迎日新工商。